好，这发生事故上尉飞官新毕业是空军官校108年班毕业的，已经有累积超过600点钟的飞行总时数。有专家就表示讲，这暗时伫咧海上做飞行训练，恐惊的是出现一个空间迷向的状况。目前国防部是全力来投入搜救，详细事故原因也该等待调查。 总统赖清德去到空军基地，向飞官报过，强调守护国家领空安全的重要，向所有官兵表示感谢。当时，飞官上尉辛必基也伫咧现场。感谢各位弟兄姐妹坚守岗位，守护国家安全。过去这段时间，精进中国经验，大家都辛苦，谢谢你们。 国防部表示，发生意外，空军第5联队新必基上尉七日暗时驾驶 F-12B 战机自花莲基地起飞，执行夜间飞行训练任务。根据国防部资料，新必基上尉是空军官校108年班毕业的战斗机飞行官，已经结婚，飞行总时数超过600点钟。 这届失事的 F-12B 是 F-12战机的其中一体。空军 F-12战机过去也捌发生几啊届飞安事故，部分发生伫暗时甲海上训练任务。军事专家指出，暗时出任务伫咧海面环境，可能出现空间迷向等等的风险，对飞官的应变是真大挑战。目前事故原因搁在调查，国防部整合海陆空部队，联合相关单位，全力投入搜救，希望会当等到好消息。公司新闻朱宏第一，金建工综合报道。